然后呢，今天因为每个团有30分钟，所以我顺便就把今年写的就把它演完了哈。先预告一下哦，今年也会发一张啊合集，一样也是思龙，还有米莎，还有另外一个歌手是伟杰，哦，还有另外一位，我刚刚问了名字，但是没有记起来哈。下一张呢也是我写的也是甘耀明的歌词，它是从同样一本小说其中一个篇章叫做《爱贵》，里面都是写吃的跟吃的有关的。哦，讲到吃的，因为客家的传统食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哈。啊，吃不到，还有一条过很多姜丝炒大肠。其實我係寫童謠吼，其實我歡喜，因為最主要因為出發點哈，都是先跟我的小孩要能夠玩，要寫出來之後才能夠跟別的小孩玩，所以我在童謠在唱的時候哈，我就可以轉換成很多種角色，像下一首歌呢，這個羅強馬呢已經120歲了，所以我要變成是一個120歲的羅強馬在唱歌這樣子。所以其實做童謠有點天馬行空，我覺得很好玩。所以我每次做童謠的時候，其實會很開心啊。先跟我的小孩先玩了，他覺得可以，我才會把那個曲子教出來。好，薑絲炒大腸。我们这边有一个谚语啊，敢吃三斤姜，耐打又耐碰。你敢吃3斤姜的话要跟人家打架，
比较会打哦，你挨揍也可以被揍的抵抗力比较强，所以我都跟我的女儿这样讲，我说女儿，谢谢妈，甘蔗三斤姜，耐打又耐碰，来，爸爸夹姜给你，她就乖乖吃了。我女儿吃好多姜哦，我觉得姜很好吃。还有一条和那跟超牛有关，但是那条狗尾很多 meltail 雕，一个猫头鹰哈，你们要回去看一下那个爱龟那个里面的故事哈，你们才会知道为什么歌词会这样写哈。那等一下哈，哇，有人有代表吗？现在快9点，还没。OK 好 ，OK。那这首歌是我们的今天演出的最后一首歌，叫《meltail 雕》哈。好，还有一个meltail 雕呢会叫，会咕咕哈。来，我们彩排一下，因为你们坐在下面都没有唱，你们帮忙唱一下哈。来，好，那个有唱到咕咕的时候，你们后面就补个咕咕哈。OK， 我们彩排一下哈。meltail 雕，水母。木金金色草鸟，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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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是这样，大家都很厉害，好，好，OK，Let's go，OK。meltail雕，唔甘做。
今天的演出到这边，谢谢大家，晚安。谢谢声响，还有声响乐队为我们来介绍乐手。吉他手大竹岩，贝手早川彻，唢呐笛子黄博玉 ，Percussion 吴正军。当然呢，还有我们的声响老师，对不对？大家听得有共音无啊？无哦，这个阿叔嘅英文你就晓得讲无啊？梦出来 ，uncle uncle， 台上的 uncle uncle uncle。谢谢大家哈，好，那我们演这个叫做《面烩菜》，这是大佛普拉斯电影配乐。我那时候写的是一个口哨声。其实我有一个朋友说，其实这个很适合给小孩子那个用那个长笛有没有？那个塑胶笛啊，直笛哈，那吹其实也很简单哦，这个也可以给小朋友吹哦，叫面烩菜哦。然后呢，大佛普拉斯还有在上映哦，有机会赶快去看哈，赶快看，好，那好，面烩菜。
谢谢盛祥老师以及声响乐队用优美的乐曲为我们的今晚我们决定再画下 play 一句首了。哇！老师决定再加一首歌，我们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盛祥以及盛祥乐队送上汾阳。